来，你是毋是有啥物心内话想要透？你敢有想要听一首有海味的台语歌？来，对我来。我伫港岛开一间海味料理铺，欢迎来坐坐听我开讲，交这朋友。我讲的爱啥拢有，做伙来音乐上有种彼时阵了，上苦苦做海了了，彼时阵了。微微的风吹来，最后一段时间。赞好，会记了，2月26号开始，每礼拜一暗时10点来听歌哦。